潛係做好充分準備，蓄勢待發。喺呢個基礎之上，一旦睇準時機，就要充分咁現。唔現猶自可，一現就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乜嘢叫做大人？大人同聖人有乜分別呢？其實最識得乜嘢叫大人，乜嘢叫聖人嘅係老百姓。老百姓叫大人嗰陣係點㗎？大人啊，下面一定係救命啊！嗌救命先至同大人連埋一齊。有邊個聽講過有人話聖人啊，救命啊？聖人點會救命呢？聖人只會教訓你，點會救你命？會救你命嘅人叫做大人，會教訓你嘅人叫做聖人。一個人唔理佢官職幾細，只要管到你，佢就係大人。聖人係擺出嚟好睇㗎咋，雖然好有學問，但係救唔到人。聖人嘅道德修養好好，好識講道理，但係佢救唔到人。如果聖人可以救人，咁成個天下早就太平啦。自古以嚟有幾多聖人就係救唔到世人。利見大人有兩個意思，第一個就係你要表現出好似大人一樣嘅風範，唔係小家子氣。一個人唔表現猶自可，一表現就要令人覺得你個人胸懷好寬廣，係要照顧所有人，唔係自私嘅。如果有呢種表現，大家就可以俾你一路上去，唔阻攔你。有啲人一表現就令人覺得佢完全係為自己，完全係只顧眼前利益，想將人哋壓低，咁人哋當然非鏟走佢不可。表現都有陰有陽嘅，表現得受人歡迎嘅叫利見大人，表現得引起人妒忌，引到人哋非整你，要報復你，要將你整低，嗰啲就係小人。所以引起人哋妒忌，自己都要檢討下，唔完全係人哋嘅原因，你自己問心無愧，表現得有大人風範，令人覺得你個人有料到，咁自然會利見大人。但係前提唔係會傷害到大家。如果你有料到，但會傷害到人，咁人哋就會趁你依家未成氣候先鏟走你。太多嘅後生仔一出嚟社會就受到好大嘅打擊，於是從此對社會失去信心，變得比任何人更差。呢啲係好可憐㗎。第二個就係你要得到大人嘅賞識。九二嘅表現，只要冇得到九五嘅賞識，係唔成氣候嘅。上面嗰個重要嘅領導賞識你嘅作風，你能夠得到領導嘅栽培，先至有所作為。因為每個領導中意嘅作風都唔一樣嘅。領導最起碼有兩種，一種係用眼嘅，佢唔太用耳，你同佢講乜佢根本聽唔明，你拎俾佢睇，佢睇得好清楚。一種係用耳嘅，佢唔太用眼，你寫半日佢反而覺得好煩，你講俾佢聽就得㗎啦。呢個就叫陰陽。所以做下屬嘅人，首先要摸清楚自己嘅領導中意邊種。如果佢係比較中意用耳嘅，咁你就口頭報告；如果佢係比較中意用眼嘅，你報告冇用。佢頭先聽完轉頭就唔記得，然後再問你講乜嘢？肯定唔可以再講啦，不如寫俾佢，佢就會覺得你個人好唔錯。只有上面嘅大人先至可以救你命。上面話打擊得啱，你一下就俾人打低；上面話你係被冤枉嘅，你就係俾人提上嚟。利見大人，一方面指自己，一方面指上面。乾卦話我哋知，只有做好充分嘅準備，先至可以開始表現自己嘅才能。但係當要開始表現嘅時候，就要非常謹慎警惕。所以第三爻係君子終日權權，直剔若厲，無咎。意思就係話，只要謹慎警惕，先至可以避免災禍。曾仕強教授認為，人生所追求嘅應該係無咎，而唔係大吉大利。嗰種嘅道理又係乜呢？